最近咱国产的电影票房袂歹，纪录片嘛有真好的成绩。亲像用民间信仰做题材的纪录片《3000有你我毋惊》，放映了后出现一波请新兵去看电影的风潮。也那棒球12强比赛纪录片《冠军之路》嘛真受欢迎，互大家真期待续落来的世界棒球经典赛。导演点香虔诚祭拜一支香，承载心中毋忘。这部以台湾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纪录片《3000有你我毋惊》，导演用4年拍片，亲自超过40间宫庙，探讨信仰甲人心的连结。1月底放映以来，引起一波宫庙请新兵入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热潮。就像我们宫庙会演布袋戏跟歌仔戏给神明看，那只是现在我们请神明去看电影，甚至还会帮他们买爆米花跟汽水。我觉得这就是信仰文化，它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现象，很可爱的一个面向。春节连假，国片真出彩的纪录片也有好成绩，像在强赛的纪录片《冠军之路》，真受影迷喜爱。像已经第130人名单将3摆代表台湾参加经典赛的球星陈冠宇，也希望大家为中华队加油。投球的训练中，就是让自己接到球，就是不要有太多繁琐的动作，直接就进在投球，准备下一颗这样。投手都还在适应的阶段啊，一定会比平常例行赛还要再赶，但是大家都有在步调上。但冠宇表示，真介意球迷到场为因加油的感觉，队友目前拢在积极备战，比赛时一定会伫上充分的情况出战，争取好成绩，为国争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